田中起庙，过去伫庄脚的所在，农民伫耕作，大部分拢会用轮作的方式。可比是今年种稻仔，明年种菜荽，后年种番麦等等。一轮了后，佫着爱互土地休困。还佫有农作物，若要用肥，嘛是用上界天然的肥料，就是对家己厝内的屎壳仔担来田里用肥。所以，逐区田拢会保持一定的活力，无有散车的现象。咱看今仔日田地的使用，为着要大量生产，不得不充分利用化学肥料，而且土地也无有休困的机会，直到田地出现散车的情形。甚至土地产生毒素，到尾无法度种植。咱拢知影，田是要用来种农作物。若是伫田中起一间庙，就是种姜。姜伫台语的读音，应当爱读做茎，而且种甲种伫台语又阁是同音。所以田中起庙，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种经的意思。若是一个人做代志无老实，讲话无坦白，行为无端正，伊就会互人称作是一个无正经的人。阁有一种人，讲话也是做代志的时阵，拢袂晓得看场面，时常爱滚耍笑，直到常常会得罪别人。这款嘛是一种无正经的人。圣经教示咱，着学习正经的事，学习行好事。提多书3章14节。一个人若学习正经，又搁行好事，的确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田中起庙，过去伫庄脚的所在，农民伫耕作，大部分拢会用轮作的方式。可比是今年种稻仔，明年种菜荽，后年种番麦等等。一轮了后，佫着爱互土地休困。还佫有农作物，若要用肥，嘛是用上界天然的肥料，就是对家己厝内的屎壳仔担来田里用肥。所以，逐区田拢会保持一定的活力，无有散车的现象。咱看今仔日田地的使用，为着要大量生产，不得不充分利用化学肥料，而且土地也无有休困的机会，直到田地出现散车的情形。甚至土地产生毒素，到尾无法度种植。咱拢知影，田是要用来种农作物。若是伫田中起一间庙，就是种姜。姜伫台语的读音，应当爱读做茎，而且种甲种伫台语又阁是同音。所以田中起庙，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种经的意思。若是一个人做代志无老实，讲话无坦白，行为无端正，伊就会互人称作是一个无正经的人。阁有一种人，讲话也是做代志的时阵，
拢袂晓得看场面，时常爱滚耍笑，智教常常会得罪别人。这款嘛是一种无正经的人。圣经教示咱，着学习正经的事，学习行好事。提多书3章14节。一个人若学习正经，又搁行好事，的确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